你好，今次為大家介紹了陳豪精品咖啡店 Boons Coffee 網站。首先用咗簡短嘅 domain name tumblr.com Boons Coffee， 非常之易用同容易記住。個網站首頁用咗 SEM Banner Advertising， 凸顯咗咖啡店嘅裝潢。個首頁 description 描述咗 TVB 電視節目《蠔油咖啡》，藝人主持陳豪同袁偉豪同另外其他知名藝人分別登場。網站仲有其他贊助商廣告，例如 Bupa、KFC 之類。另外，內容加插咗幾個視頻、圖片同文章，實行咗知名喜行慣嘅推廣品牌5部曲。而且內容 description 遍佈咗 SEO 搜尋關鍵字，同用咗 hashtag， 例如 hashtag 陳豪、hashtag 咖啡豆、hashtag 優質咖啡、hashtag 咖啡王子、hashtag 咖啡王國、hashtag 故宮文化博物藝術館等等。網站第一頁介紹了關於我們，內容介紹咗咖啡店 Boons Coffee， 推廣咖啡藝術文化。Influencer 選用咗幾個 TVB 藝人，同用咗 video advertising， 顯示咗 TVB 節目《蠔油咖啡》同電影《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另外喺2023年8月9號測量咗瀏覽網站嘅人流，整個 digital marketing campaign 用咗成本港幣100元 ，impression 有1000 ，number of click 有100。CTR click-through rate 等於 click per impression 等於100除1000，答案等於0.1%。另外 CPC cost per click 等於100元除100等於1蚊。以上簡單概述了網站怎樣測量。這裡介紹完畢，謝謝欣賞。